后日就爱上班上课啊，就爱赶紧收心。有医生是提醒讲，这休假的时，若是晚困困晚，若无赶紧调整，这开工毋若是精神歹，健康情绪恐惊嘛会出问题。天气真好，出门洗过食饭的人是真多。高光的年假即要结束啊，大家即要转来做事咯。民众也拢有家己修心的方法。通常最后一天就会一直睡觉，对，大概是这样。对，可能就睡到中午过后，然后再起来，可能吃个早午餐，就回归正常吧。少吃一点点的，就是早一点休息啊。对，小朋友也要早一点休息。小朋友其实过年期间多在阿公阿嬷家，其实也没有出去运动，就是开始慢慢带他回去运动这样。台北市卫生局讲，长假了后开始出现失眠、人眩、较想要困、胃口无好，注意力无度集中、焦虑、开始想起这广泛性焦虑的情形，拢会使叫做是休假症候群。那时间无久是正常的，不过若是时间一个久，而且拢无好，就建议去医生看。医生也提醒，若是补眠困伤久，也可能会导致身体代谢乱起。用伫休假前1、2天，饮食物件莫食伤油，也搁较早困的，一步一步来调整。生理时钟没有办法调整回来，可能白天会出现思路不清晰、脑雾，甚至会出现头痛、恶心、昏昏欲睡、工作不顺等等状况出现。卫生部食药署也呼吁民众调整作息时，千万唔通家己食这个亲戚朋友安眠药啊，因为安眠药啊属管制药品，医师开药啊是依据病人个人的症状、失眠的类型、甲肝药剂的功能来开药啊。那因为作息乱起、无法度困，出现连续失眠症状，就要赶紧去医生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